平層價可以喺珠海市區買別墅啊，出門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大貝殼啊！嗱，真係唔係講笑啊！首期30萬咧就可以買到我哋珠海市區呢個淺水灣山莊啊！齋聽個名啊，都已經夠晒霸氣啦！位置咧都係非常之優越喎，背靠我哋嘅鳳凰山脈，珠海嘅龍脈所在啊！旁邊咧就係我哋嘅情侶路、白沙灘、日月貝啊，景觀一線啊！話不多說，睇樓！嗱，就呢套啦，門前有庭啊，庭中有院啊，220平嘅3層別墅啊，非常之靚仔啊，空間感咧都係非常闊落噶。呢個客廳5、6個人坐喺呢度睇電視都係相當 OK 啊。出面咧仲有個後花園俾到你啊，可以同屋企人喺呢度 BBQ 啊。嗱，而家到咗我哋嘅負1樓嘅位置啦，呢度可以作為你哋平時娛樂嘅小天地啊，帶埋啲生意伙伴翻嚟飲翻杯威士忌啊！成個空間都係非常之闊落啊！呢邊就做咗個採光井俾到你哋啊！住別墅又點可以冇寶冇房喎？套間都幫你安排妥當啊！2樓咧就做咗雙套間嘅標配啊，望住成個鳳凰嘅山景啊，綠油油啊，非常之靚啊！轉過嚟咧就係我哋嘅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係非常之闊落啊，做咗我哋雙套間嘅標配啊，入面咧就帶埋浴缸啊，可以同屋企人喺度鴛鴦戲肉啊。呢邊咧就係我哋書房嘅位置啦，都係望成個中祖園林嘅景觀啊。呢一個別墅咧位於我哋珠海老鄉洲，非常之稀缺嘅單位啊，感興趣嘅朋友私信我啦。